八转身 Nam Ye Gie。藏文格助词的形式是源自于梵文的八转身。根据三藏法师传记所记载，梵文的八转身为一全诸法体，二全所作业，三全作具与能作者，四全所谓事，五全所因事，六全所属事，七全所依事，八全呼召事。图米三波扎沿袭梵文的格式，但将字尾的语音变化独立为格标签，紧贴于实词之后，也称为八种格助词。一本体格我敦巴，二叶格雷属卡瓦，三座格且扎，四位格鬼切，五从格窘控，六属格这扎，七一格内西，八呼格尾扎。而且在用法上，藏文与梵文也略有不同之处，独自演化出自成一格的形态。